綠建環評係一套為建築物可持續發展表現作全方位評估嘅工具。綠建環評既有建築 3.0 版，係2025年7月份正式推出，採用簡化嘅得分方法，確保評估過程嘅透明同清晰度。目的係進一步鼓勵更廣泛嘅參與，提倡節能以實現淨零排放目標。綠建環評既有建築 3.0 版6大創新特點，包括應對全球挑戰、促進持續改進、與淨零目標保持一致、影響使用者行為、推動建築升級、實用及靈活策略。除咗傳統嘅綜合評估方法外，3.0 版更引入咗主題認證機制，可採納一個或多個精選嘅認證要求，為具有多元化認證需求嘅項目提供客製化嘅靈活性。呢種以市場為導向嘅框架滿足市場不斷變化嘅需求，同時提供更靈活嘅認證過程。而家就等參與先導計劃嘅各個機構代表分享係使用綠建環評既有建築 3.0 版時嘅經驗同見解，展示佢哋係可持續發展方面嘅決心。因為 ICC 咧係高同埋地標性嘅商業建築啦，有唔少大型同埋國際性租戶咧對綠色建築都有要求。尤其係點樣咧利用一啲科學同埋系統化嘅方法去優化能源嘅使用，同埋減低碳排放量嘅。但係多年嚟透過綠建環評嘅工具，持續優化資源管理，例如透過引入 ISO 10001嘅能源管理系統啦，同埋同本地大學合作進行冷凍機組生命週期調試，同埋使用重新校驗嘅技術，為大廈建立碳中和嘅路線圖等等。配合最新綠建環評既有建築 3.0 版本嘅要求咧，我哋更加引入咗中央智能管理平台同埋人工智能冷凍機組嘅控制系統，嚟提升能源效益。至今咧，透過我哋每年進行嘅能源審核，能源使用嘅指數咧已經較我哋基準年下降接近40%，展現我哋對可持續發展嘅承諾。YMCA of Hong Kong 講稱以基督嘅信仰為根基，傳揚同埋實踐耶穌基督嘅價值觀，以愛同埋誠信致力促進喺國際同埋喺香港各方面嘅公義、和平、真理同埋盼望。作為天父忠實嘅管家，我哋知道一切都係佢俾我哋嘅恩典，我哋有責任去守護同埋管理。作為 YMCA 一個 Global Youth Movement 嘅一員，透過我哋2030嘅願景4大支柱去實踐我哋嘅願景同埋使命。我哋亦都積極參與 BEAM Plus Existing Building 3.0嘅計劃，致力降低現有建築對環境造成嘅負擔。其中講稱一個環保嘅項目就係 Toy Reborn。喺 Toy Reborn 裏面，我哋透過回收同埋修復被棄置嘅玩具，俾佢哋有一個 second life， 從而推廣一種 combine 咗 sustainable 同埋創意嘅文化。具體實踐包括實施 inclusive 同埋貼近自然嘅設計理念，確保建築嘅 climate resilience， 促進與 community 嘅積極互動，鼓勵健康同埋積極嘅生活方式。講稱亦都特別編製咗個 Green Manual， 以基督嘅價值觀為基礎，系統化咁樣落實同埋推動綠色嘅承諾。當中涵蓋咗我哋嘅 Green Hotel、我哋嘅 Green Community Service 同埋我哋嘅 Green School， 培育同埋啟發員工將環保理念轉化成為具體嘅行動。祖堯邨係香港房屋協會轄下嘅出租屋邨，秉承以人為本嘅理念，房協幾年前興建咗升降機大樓同接駁天橋，便利居民出行。當中嘅升降機採用咗變壓變頻驅動器呢種新技術，有助減少能源消耗，同時能夠帶俾使用者有更穩定同埋舒適嘅體驗。而村內其他住宅大樓都已經全部換上呢類型嘅升降機，同時亦有採用各樣嘅節能措施，例如公用地方採用咗高節能效益嘅 LED 燈具，同埋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等等。綠建環評既有建築 3.0 版，除咗講求硬件設備，亦講求人文元素。房協早年已經成立跨專業團隊，為轄下所有出租屋邨嘅居民提供支援服務，構建和諧共融嘅社區。喺祖堯邨正門呢幅嘅壁畫，正係我哋房協同居民一齊創作嘅作品，由節能減廢至締造社區共融。房協將繼續不遺餘力，推動可持續發展。機電署實施嘅多項策略，同23-24年度相比，
24-25年度嘅電力消耗量明顯降低。機電署為咗減少能源消耗，實施咗多項有效嘅策略，並取得顯著嘅能源節省。首先喺照明系統方面，辦公室區域嘅間接照明系統已經升級為 LED， 午飯時間亦都關閉咗部分嘅照明系統，以進一步節能。其次，對於空調方面嘅管理，機電署審視咗運作時間表，降低咗午飯時間嘅風量，並於每星期五提早關閉空調系統。此外喺 workshop 方面，照明系統亦都升級為節能嘅燈具，以及喺非辦公時間減少升降機嘅使用，以降低不必要嘅能源消耗。機電署喺各個領域實施咗多項嘅策略，以提升整體嘅可持續性，取得咗顯著嘅成果。喺能源效益方面，23-24年嘅 EUI 同2021年嘅 baseline 相比，年能源消耗減少咗約 35%。喺水資源保護方面，自2021年8月至2024年嘅7月，我哋持續監測淡水使用嘅情況，以確保水資源嘅可持續管理。最後，廢物減少方面嘅努力亦都見到成效，年回收率已經超過 25%， 顯示出我哋喺減少廢物方面取得咗顯著嘅進展。呢啲措施表明機電署對可持續發展嘅堅定承諾。康業服務有限公司秉承新鴻基地產以心建家嘅精神，將環境、社會同埋管治融入喺營運當中，積極運用創新科技去達至減排同埋節約能源嘅效果。我哋持續更新同埋優化政策，提升客戶服務同埋提升商場嘅設施，嚟改善整體嘅效能同埋提升持份者嘅體驗，去彌補我哋咁多年設施嘅限制。雖然康業喺日常營運可以配合持續發展，但係畢竟將軍澳中心商場已經超過20年嘅樓齡，需要投入更加多嘅資源去研究點樣優化機電設施同埋設備，去滿足日益增加嘅客戶需求，同埋綠建環評嘅最新標準。重新校驗仍然係我哋團隊嘅核心精神。我哋進行咗能源審計，去揾出更加多節能嘅機會，繼續去優化我哋而家嘅效能，同埋用唔同嘅設施，例如更換一啲動態嘅 LED 照明，優化設施嘅營運時間表，採用最新嘅科技去達至節能嘅效果。又例如我哋會更換一個高效能嘅中央冷氣系統，去達至減排節能，亦都增加咗家庭同埋長者友善洗手間，促進社會共融。康業積極發展綠色建築，推動可再生能源，已經獲取咗超過60張綠建環評嘅既有建築證書，當中包括咗將軍澳中心。我哋旗下管理嘅樓宇亦都安裝超過15000塊嘅太陽能板，電量可以供俾2000個家庭去使用。康業亦都推行電動車充電設施建設，配合集團喺18區提供高速充電服務。未來康業會持續優化各項措施，致力與政府攜手推動香港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我哋公司如畫國貨開業至今已經超過60年，由創立初期以價廉物美嘅國貨零售為主，去到80-90年代我哋逐步拓展業務嘅版圖，並且購入咗優質嘅物業作為長遠嘅投資。其中喺90年代我哋買入咗如畫國際大廈，正係集團重要嘅里程碑之一。多年嚟，我哋如畫集團同埋如畫國際大廈一同見證住香港嘅發展，經歷咗時代嘅轉變同埋環境挑戰，始終秉持住集團核心理念，與時代並進，與顧客同步，與社會同心，持續咁喺市場上穩健咁前行。喺籌劃大廈嘅 renovation 嘅時候我哋集團積極咁樣推動可持續發展同埋智能化嘅管理。率先將中央冷氣系統升級為 oil-free chillers， 提升能源嘅效益。之後更引入咗 IoT 嘅技術，包括 Energy Submeter 同埋 IAQ 嘅 monitor， 以數據驅動能源管理表現。部分數據仲要透過地下大堂嘅即時能源顯示平台 Real-Time Energy Platform，令到用戶可以清晰咁掌握到我哋能源嘅使用狀況，實現全透明化嘅管理同埋精準嘅優化。憑藉呢啲措施大廈唔單止大幅咁樣提升咗營運嘅效率，仲要喺機電工程署嘅能源基準檢測當中
躍升至全港同類型嘅建築嘅前10%。我哋如畫國際大廈正以創新科技聯繫傳統同埋未來，成為綠色轉型嘅典範。